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，国内总共新增加7例确诊病例，都係對境外細路來嘅，其中6例係對美國來嘅，1例係對英國來嘅。其中嘅按329是第3年初去美國自助旅行，轉來台灣過後第3年23發現變動密西同時東西冇密西，韓國有談嘅相關徵兆。下一步嘅居家檢疫需要增加，為了鼓勵合法離鄉業者來設防疫旅館，交通部提出補助措施，對新嘅初一起始到6月30日為止，會補助已經檢封當日新台幣1000萬元。先前有愛居家隔離民眾唔批下政府防疫政策違規隱瞞亂走，指揮中心表示講，對廿起事所有違規人，都會落架掉直接帶去集中隔離，給架掉出冇辦法讓補償金以外，相關嘅費用架掉未愛自家來出。為了防疫情第3期杜控車塊內，指揮中心近日進一步公布3道起理兩集團規範，天意集團會有強制處分，針對冇必要發通，尤其種係誤路發通。如果冇辦法保持1.53高起理嘅場所，業者都會本人要求會停業。美國疫情當嚴重，感染人數漸漸有19萬3人，或係4000人死亡。太平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tan港有超過130人撤離島，間中下線嘅希望大家來騙數。從台一期紐約州漸漸有8萬3人感染，超過1530人死亡。香港經過疫情可能會造成24人死亡。